各位乡亲，大家好！超欢喜当下哩个客家线上老大家来见面。见面嘅最重要目的呢，係因為疫情嘅關係，所以呢，我哋呢客委會非常嘅用心，使得我哋有機會到線上來為大家來服務、來教學。我係證明住我在客家多有文化地方度呢，搞創有一些經驗咧，超歡喜收到大家喜歡，我也了解到我哋客委會行政院客委會嘅宣傳師嘅種，所以呢，是在今日有安好嘅機會，同大家來見面。當然，今日超歡喜嘅係由我哋台北市中原客家重振會潤見客家交流班，由我哋嘅班級呢，陳新鐵陳班長。佢嘅帶領之下，我哋嘅班員呢，已經呢，就練習到10多年嘅時間呢，雖然呢，我哋嘅交流班地方度，就愛唱客家歌，但是地方度呢，有青島嘅係外省人，也有上海人，也有香港人，也有客家人，還有河洛人，所以非常呢，多年呢，咁樣促進開始來融合啦，讓使得我哋今日做得來高唱呢種嘅客家小調歌曲，路漸漸化，大家來談看啦。好，路漸漸化嘅基礎嘅咁嘅歌詞呢，我哋念一遍。正月里來思新年，頭上頭講前玉蓮。小孩脫踢為故意，便喊三聲昂唱年。先來談來唱一遍。就是講正月呢，就前玉蓮一位前金小姐落了王先生呢來屬師送佢來結婚佢用金錢來資助佢來去上京考創業，結果呢王先生唱到中度創業了後呢，其實反心小心來得劈呢種嘅前玉蓮小姐。前玉蓮小姐非常嘅傷心，所以呢，在佢嘅落佢嘅小孩托到江邊來愛本私人地講佢嘅負心漢所以投江自殺咁樣嘅故事。呢年呢係用大頭嘅意思，就講
喺青岛嘅有錢嘅人呢，嘅手機因為呢唔方便，然後我哋後生人來搞事，所以呢有錢嘅人就會同佢打擂台，當然來拋繡球來賺錢。結果呢本日嘅我哋開始嘅李夢珍本日來贏到呢繡球。結果夢珍呢得到佢嘅資助，也來上進富國，得到清好嘅名氣。所以夢珍呢個人的名呢，佢能得到出頭天呢，非常的好嘅故事。第三呢，3年呢是講趙雲娘娘做乜嘢過去佛凡，係就會讀到叫我哋快閃嘅叫我哋發達無人書，一條條落去發到當這，使得嘅皇帝呢唔會來見到佢，所以呢而家我本皇帝派人去佛凡呢樣嘅故事很容易。好，你看用埋嚟示範演唱。老師也會講，好冇？正月裏來思新年，拋沙條講前玉蓮，小孩托踢為故基，電喊三聲昂蒼年。呢一個昂蒼年呢，就會地方嘅年，就會認為念王蒼年，會念太王嘅王，一般呢，我哋係如果講互動嘅就話主詞，然後動詞，對啊，因為名稱會念昂蒼年咁樣念 ，OK， 好，年年裏來龍抬頭。手指繡球跑南流，繡球大猜李夢珍，夢珍寒從張出頭，3月裏來3月3，趙雲娘娘去佛凡，嘅念嘅凡呢叫嘛？吐蕃呢係咁念嘅，佛凡，佛凡，回頭不見冇人書。因為嘅我皇帝愛請啲我冇人書嚟數人嘅喎，其實康熙來嘅，所以不見啲冇人書，伊係一個
故事会甲他的当地的花甲，有名的花甲，吼，树难枇杷马上弹，树难枇杷马上弹，好，你唱下来呢，老师唱一句，睇一下评论来，唱一句。张年哪里呀来呀？预备，唱。张年哪里呀来呀？思心那年咯哪哟？思心那年咯哪哟？菩萨跳光渐渐发。菩萨天光渐渐发。千有那年咯哪哟？天有那年咯哪哟？哪有哪有？哪有哪有？菩萨跳光前那玉莲，菩萨跳光前那玉莲。小孩那托那铁打，小孩那托那铁打。为姑那咿哟哪哟？为姑那咿哟哪哟？莲含山上渐渐发。莲塘山上渐渐发。红虫那年咯哪哟？红虫那年咯哪哟？哪有哪有？哪有哪有？莲含山上红窗沿。好，你看呢，田田老师从他来唱啊。好，同学睇下田田節目咯，上田老師從他來唱哦。张年哪里呀來呀？思心咯年咯哪哟？菩薩跳光漸漸發，千有那年咯哪哟？哪有哪有？菩薩跳光前那玉蓮。好，我記得關機哦哈。小孩那托那鐵打，為姑那皮諾那喲，蓮含山上漸漸發，紅蟲那年咯哪喲？哪有哪有？蓮含山上紅窗沿。
小桥渐渐发，跑南哪流哪哟，哪哟哪哟，小枝小桥跑啊南流，加油哦！桥那发财呀，美梦那真哦那哟，梦真幻从渐渐发，长出那头罗那哟，那哟那哟，梦真。从长出头，3年那里呀来呀，3年咯3咯那哟。小圈样样渐渐发，喜福那烦恼那哟，那哟那哟，小圈样样喜呀福放。好，纯粹每一段哦。需要跳转来哦。回頭啊，不打見啊，莫言那樹多那喲，樹南琵琶漸漸發，馬上那彈羅那喲，那喲那喲，樹那琵琶馬上彈。好，你下用我哋班上嘅我哋嘅班長陳善鐵佢嚟帶領，嚟俾大家帶來嘅路漸漸發。3年那里呀來呀。
以上係由我哋本人嚟睇一個帶來嘅傳統嘅小跳歌曲《路見劍法》，安子是蒙大家。